观众朋友，今日各位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弄石头睇我哋傳統嘅一種表演項目地方，係一個改本人改好嘅一個項目。其實佢弄石頭啊，唔單止係一個專業嘅表演藝術，而嘛係一個改創嘅一個運動項目。我哋今日來賓係來自我哋花蓮，而係我哋嘅豐富雷面相似戰鼓組嘅一員，一樣到劉兆飛，應該佢改強，但是佢改好弄石頭，我哋馬上歡迎佢。兆飛老師也很好。大家好，我係來自花蓮嘅劉兆飛。這邊我想問一下哈，你這個可能年強歸年強呢，你都話啊好呢，按傳統的一種表演的藝術喏。我是從國小的時候，然後接觸學校的社團，那時候覺得舞獅這件事情很新奇、很有趣，從來沒有看過。那時候其實就是我們花蓮縣的吉安鄉的客屬會跟學校合辦了一個客家獅的研習，那時候就抱着好奇的一個心態，然後加入了這個獅團，然後就從此到國中、高中，然後一直到大學之前，都有去做這樣一個練習跟演出。那只是到大學之後，因為所讀的不是這個科系，所以中斷了一個時間。不過想要傳承的這個念頭一直在我的心裡面就是一直在萌芽當中。所以畢了業回到花蓮工作之後，就跟幾個師兄弟一起去創了這個洪武雷鳴醒獅戰鼓團。我想問一個問題嚟講，其實像按年強嘅人，應該講會對嗰種過時髦嘅東西過有興趣。譬如講，我哋去跳街舞啦，去跳嗰種乜嘅路行嗰種乜嘅街頭健身啊，怎麼對也要同按傳統，然後又打鼓嘅？我想問下，以對你來講最太想嘅地方係乜嘢？那時候小的時候啊，大家都在瘋跳舞、街舞等等的，那就會覺得想要跟大家不一樣，想要來一個比較傳統的。再加上，我自己生長的一個環境啊，我的家人啊，其實對於傳統的事物，這種就是傳統的藝術都非常的有興趣。那我也對這種古老的傳統的藝術覺得，很好奇，沒有接觸過。那我想要跟別人不一樣，對，所以我就接觸了舞獅打鼓的這一條路，而且我覺得這個站在舞台上面，可以讓大家注視到我，讓大家注目到我。可是問題係講，唔凡事是，譬如講我哋小學嘅時候啦，可能喺線上教很易做呀，嗰種東西做。可是到國中以後，你有咩朋友唔會講下啲東西會落牌哈？其實還好。對，我們當然還是會有些同學覺得這個是一個很老派的東西啊，那個舞獅啊，那個打鼓都過時，甚至還會笑，你是少林寺18銅人嗎？等等之類的。但是我覺得這些其實不會影響到我們想要去學習舞獅的這個精神。其實因為我們的師父他也是一個客家人，他非常勤儉，然後也非常的一個刻苦耐勞。那他其實常常在告訴我們說，這些東西練下來之後就是我們自己的，任何人帶也帶不走。那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是不斷的去加強我想要練得更好，練得更專精。那其實比較不會去在意別人怎麼說怎麼看。甚至是家人曾經有一段時間也會認為說，這是不是常常會去廟會啊，會覺得不好。那同學覺得我們是比較飛行少年、不良少年等等。可是我就想要去證明說，不是啊，我也是可以做得很好這樣子。可是我變成講，你這個唔單止係個好意，同時嘛希望講，因為唔去做一件事情。本他個人講，對呀，會弄石頭一件事情，唔係講係以前嘅人嗰種真頭嘅生意嚟，然後做事情唔錯嘅。是的，因為我的師父他就是一個很品格很端正的一個師父，但是他也是因為我覺得這個人是品格端正，是值得學習的。那我也覺得我應該也可以，他是我學習的對象，是學習的榜樣。嗰時等於講，這個唔單止對人嘅師父學到一啲技術。嘛學到一啲師傅人生的一種態度啦，吼。是。就我想問講，因為我哋其實一般的人對學嘅弄石頭冇打鼓來講話，我哋唔到啲很用嘅學皮訓行來，但是我哋會看電視一樣的真頭嘅個電視，但係感覺到講，其實學打鼓嘅同學弄石頭冇咁簡單嘅，吼。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唔但凡是很用嘅，開始練打鼓啦，冇如講開始練弄石頭嘅，而係要一種過程很用嘅呀。就如同剛剛前面所說的，我們在練舞獅、練打鼓之前，我們都必須要經歷過武術底子的這個訓練。我們要從最基本的扎馬步開始，那各種的步伐，然後還有你的拳腳都需要有力。那在你功力
到一定的程度之前，其实师傅不会让你去接触到狮头，不会让你去打鼓，因为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磨你的耐性。对，那常常我们印象最深刻，其实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我们会有集训。那其实，在室内很闷热，但是室外又非常的炎热。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还在树底下练功的时候，同伴还被面包树的果子打到头。我觉得那是非常辛苦，那也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记忆。那时候我们原本50多个人，练着练到10几个，到现在还有在持续的人，大概不到就剩个位数而已了。对，那其实中途有没有想放弃？当然是有。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其实就是我的师父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对，就是如果说你学了很多的这个技艺，可是你没有基本的功力去支撑它，到老来之后，哇，这些其实都还回去了，都不是你自己的。唯有这些基本功练下来才是自己的。所以那时候就秉持了这一句话，那我想说，好吧，那就继续练下来就是我的。那我也觉得这句话也影响到我接下来能够去带学生的一个原动力，也是我想要去传承的一个契机，这样子。可是都练武唔练功啊，都落去一场空。可是冇想到讲，其实我感觉讲，练弄石头啦，无论练打鼓的，其实最重要係也要节奏感。结果唔係呢吼，最重要係可以对练武開始，怎麼對練武開始咯？因为武术它会训练你的整个肌肉。会训练你的稳定度。那我觉得自己练过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练你的耐心跟专注力。对，当然节奏感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不是一般的一个乐团，不是一个乐队，我们是要展现力与美的一个醒狮战鼓团。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最基本的这个功力做好之后，我们才能够去从这个功力再去衍生出我们要表演的内容。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功力，比如说马步，你蹲不好，你都是站着，那其实从画面上来看就非常的不好看。嗰就等於你講也運動地表來講嘅話，其實而該是要係人嘅體力，然後人嘅耐力。好，最重要嚟講，而唔係像我哋一般嚟看那種打鼓那種花拳繡腿，而絕對冇辦法去做一件事情，因為而該希望係，也要弄石頭有冇打鼓嘅，而至少打出來嘅鼓，用嘢力量打出來嘅聲音，其實他嘅人落地也可以特別嘅聲音，唔係嗰種飄嘅聲音，同時係用石頭，有石頭差唔多1公斤啊。這個以標準來說，如果要參加比賽的一個石頭，至少要在2.5公斤以上。嗰時一場表演下來差唔多1嚿啊！一場表演下來，最基本大概都要在10分鐘左右。嗰時等於平常時的話，你一場表演下來，其實冇講有飛來飛去，至少都要20分鐘。對，就是拿着就要10幾分鐘，所以我們才會說，為什麼基本功這麼重要？如果你的手腳沒力的時候，其實那個石頭舞出來它是不活，沒辦法，對，軟軟的，對。但我想問一下，比如講，我開始練武以後，比如講萬歲都開始練嘛，吼，哪叫人開始學打鼓，冇得學先弄石頭啊？哪一些啊？會先從鼓樂開始，對，我們要先從學習打鼓、打鑼、打靶，先把這個節奏感，然後還有獅子應該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這個步驟要先把它記下來，所以我們都要先，就是一開始我們都先從鼓樂旁邊開始學，那一開始都是師傅先打鼓，我們在旁邊打靶，看着師傅怎麼打，然後我們就把它記下來，然後再看着其他的教練舞獅頭，然後就去記得說，哦，這個鼓法是配合這個步。那當然師傅也會看每個人的特質不同，有的人他可能節奏感特別好，那就會先從後場，就是讓他專注在練後場。那如果說他的功架比較好，比較有力啊，舞出來獅子形態跟神態都有到位，那就會讓他以練獅頭為主。那這個也是會去依照他的特質來去做區分。可是變成講一開始的時間，還是會用我哋講練鼓開始的，因為練鼓開始，如果你最尾等於講，你最尾還是弄石頭嘅時間，石頭提供鼓打不用嘅時間，如果要弄一樣嘅東西。咁像我哋學安嘅東西嘅話，有身材嘅要求嘛？當然我們會希望能夠稍微壯一點，那當然獅頭獅尾能夠搭配，那獅頭希望能夠稍微就是稍微瘦小一點點，不要太壯，因為獅尾才能夠把它舉起來，好才能夠做一些比較難度的動作。那如果獅頭太壯，
哦，那狮尾如果举不起来，那动作其实也不好看。当然，那2个狮头狮尾的身材高低差也不能太多。那如果狮头的身材是国小，那但是你后面狮尾是一个社会人士，哦，那其实那高低差很多的时候，狮子的形态舞出来就不好看。可是一般团的上我真的冇看，因为你想讲你前面的人要养一个2.5公斤的一个石头嘛，应该过太长的时候，但是你同我讲，伊其实冇按太长。它最好不要太粗壮，但是一样要有力，对。可是其实在显影的时间，其实后来显影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身高上面的要求的啦，哈。是还是会有。因为提供人有参加嘅8个壮的战鼓比赛，拿到嘅沙菲组的第1名，佢当初侬会去参加安尼的比赛呢？因为其实，在以前，在我师父还就是在带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参加过这样的一个比赛。那这也是其实全国非常知名的一个鼓王争霸战。那他其实都会邀请就是各地的一个战鼓团来进行演出跟表演。那当时候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好玩的心态，因为曾经参加过，那知道他的比赛规则，那也想说，那既然我们有鼓，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对，那就重回我们国小时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面，成为我们就是开始起步的第一步这样。那个比赛有特别去训练吗？有，我们比赛的时候其实都要特别的去训练。哦，那其实练习就是练团员们之间的默契啊，练我们自己的步伐，因为毕竟我们也是隔了一段时间没有练习。哦，那我觉得我们慢慢的要把这样的一个感觉找回来，所以这就呼应到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因为我们基本功打得很扎实，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很快就能够再把这样的感觉找回来，然后把正确的节奏打出来，还有我们团队的一个默契。对的，万岁开始练打鼓、练弄石头，最慢太时间，一般胜利的战鼓追，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买个多周飞的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我哋今日來邊係來自我哋花蓮的走飛，依然是都歸好舞龍、舞獅，還有打鼓嘅，嗰種太時節，亦都成立的相似的戰鼓隊來推廣亞嘅東西。我想問一下吼，咁應該係用我哋亞嘅相似的戰鼓隊來示範沒？哦，其實不是，哦，這是我的興趣，也是我的副業。那我的正職的工作是在縣政府教育處擔任社工。平常的規模限係啥工啊？咁如果有限於做一件事情咯。其實我們團員大部分都是有各自的工作，那因為有興趣、有熱忱，所以我們即使再忙，我們還是會擠出空餘的時間來去做練習跟教學的一個活動。所以我哋平常我哋因為講，譬如我哋弄石頭嚟講嘅話，一般嚟講我哋平常會睇譬如講做農業嘅時候會看到啦嚇。咁對健康嚟講嘅話，而係咪一啲專業嘅運動項目冇類嘅表演藝術啊？而這個會有這個證照嗎？有，其實這個龍獅運動在國內也有一個相關的證照，有從丙級到甲級的這樣的一個教練證，然後還有裁判證。那國內有之外，我們國際上也有，那有國際級的一個裁判員跟國際級的教練員。好，嗰時國內嘛有一個教練員同裁判員嘅一個證照啦。咁我哋嘅證照本來係咁樣講，我哋觀眾朋友唔知講嘢係證照係靠樣嘅，你係咪同我哋小解講，一證照嘅內容係乜嘢？這個證照的內容就是因為我們要去讓這樣的一個龍獅運動不再只是一個活動的配角，而是能夠成為運動場上的一個主角，甚至我們可以讓學生透過這樣的一個龍獅運動的競技得到一個好的成績。那在建構這個制度的過程當中，我們就需要有裁判員跟教練員的制度。好，那我們就要有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一個平台來去做訓練。好，那學校其實也會看我們有沒有這樣相關的一個證照跟經歷。那我覺得我們在培訓的過程當中啊，我們就會去教，除了舞獅啊，其實舞獅的內容各個師傅都會教，那我們就去教規則，
我们有一个公定的规则，大家讲好了什么动作我们加几分，什么动作我们扣几分那再来就是看他们的神态、形态等等，这是裁判员的一个工作。那教练员除了要去教学生之外，那我们也要去顾虑到一些比如说运动员的保护啊、禁药啊等等的那我们有这些专业的知识之后，才能够去教学生。或者等于如果今仔国家已经把亚个运动变成一个有吃突发的一种政策运动啊，你变成讲伊唔单止係一啲我哋可能我哋愛做好事啦，無論老嘢時能看到，而且更加係一個幾專業嘅一個表演藝術，無論一個運動嘅項目。咁當初幾多法律係希望講推廣我哋呢舞龍獅啦，也還有我哋打鼓嘅一個運動，嗰時成立的一個一個戰鼓隊，咁更加唔興用係去推廣也運動咯。因為當時候我們從成立了這個團，然後去接受了這樣的一個培訓之後，才發現花蓮其實跟這整個龍獅界好像有一點點脫節了。對，就是我們其實花蓮好少人在做舞獅打鼓的這個行業跟這樣的一個教學。那我們希望，我們既然有了這個證照，那我們有了這個身份，那也代表我們有這個使命要去到校園或到社區裡面去推廣這樣的一個龍獅運動，讓它能夠變成是大家都能夠去接受的一種表演藝術或是一種運動。你頭先有講到去我哋學校去推廣也個運動嘛，冇得表演藝術。你去學校嘅時間，你用嚟推高中，冇得同時能講我推廣安尼龍獅跳啦，冇打鼓運動，一定會接觸冇。其實我們到學校或到社區裡面去做推廣的時候，那第一個大家就會去有疑問說，你們是不是跟廟會有關係？你們會不會是不良的成員？你們是不是不良分子？那其實這時候我們就會拿出我們的專業證照來去說明說，我們其實是有經過合格的一個培訓來去擔任這樣的一個教練員。再加上我們並不是依附在某一個宮廟裡面我們是有各自的工作，那我們也是有這樣的一個熱忱來去做這樣的一個推廣，用自己的立場來去說服學校或是社區的單位來去認同這是一個優良的一個正統的一個文化。咁你一般來講，這個說明以後，學校都可以接受係咪？有經過我們的說明之後，學校都比較能夠接受。畢竟有一個制度建構起來，要一個證照。那再加上，其實學校會看我們各自的一個行業。那其實我在縣政府的這個工作，就可以去向他們去說明，走這條路不會變壞。那讓他們知道說，即便是舞龍舞獅的孩子，他們也是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發展跟出路。咁乜嘢？學校嘅學生嘅先生可能幾好去講啦，但是家長咯，家長我想講係細人去學校學打鼓學龍獅跳，我學個唔讀書嘛，能讓我去同家長講一件事情。其實小的時候，我們剛接觸，父母一定都是最擔心的那一個，他們都會覺得是不是被壞人騙啦，或是說會不會走上不好的一條道路這樣子。那其實那個時候就會想說，我就用我自己的行動來去證明，所以我們在從國小到大學，就是也不會讓父母去做，不會做讓父母擔心的事情，不跟人家去喝酒，不抽煙，不打架，不鬧事等等，讓父母能夠放心之後，然後再用我們的這個行動來去說服家長說，我們舞獅這個不是壞事啊，我們是真的做一個表演的事情，甚至我們就邀請我們的父母，直接到我們表演的現場來看，我們真的沒有在做壞事，我們是在做一個表演，做一個讓大家能夠看見舞龍舞獅的這件事情。如何幾清楚的用自家去表現來本人家相信講自家係真實係有心去推廣一件事情，唔係講自家係一個強廟啦，係一個廟行嘅幾多事情。咁你自家教我按到聲音了以後，你有印象過什麼一種聲音的嗎？就是我在帶着這個打鼓的這個技術到學校去進行輔導，因為我的本職還是社工嘛，那我就希望說用在做社工的一個輔導過程當中，我把打鼓的這個元素把它加進去。那其實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這些孩子們其實非常的活潑，非常的好動，甚至是學校裡面的一個問題人物，就是國小的4、5年級的一個學生，讓學校非常的頭痛，甚至講話的時候都是爭先恐後，然後就不會去聽你在講什麼。可是我們就會把之前我所經歷到的這樣的一個練習的過程去教給他們，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要有规范，要有规律，而不是说我们是求一个团体的表现，而不是求你个人多好。那其实跟他们这样一个磨合一两年之后，其实在近期发现他们有慢慢的在做的一些改变，例如说他们在5月份的时候要去打篮球比赛。可是他们也很想打篮球，可是他们练习的时间刚好又是我要上团体辅导的一个课程，所以他们其实自己就会去讨论出一个平衡的模式。比如说他们就会讨论说，要不然我们一节打篮球，一节打鼓好了。那甚至他们还问我说，老师，如果我们7月份要再去参加这个靶仔庄的一个比赛的时候，那我们打鼓可不可以稍微延后一点点练习？我们先把5月份的篮球比赛把它做好之后，我们全力的来练打鼓，来去冲刺7月份的这个比赛。那其实，在那时候我会觉得，他们慢慢长出了可以讨论的这个能力，不再是以前那种毛毛躁躁的这样一个小毛头，他们可以经过讨论，甚至会等别人把话说完之后，自己再来发言。其实开始学打鼓的对人来讲，我感觉到挺无聊的一个发通吗？其实不会，他们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事情。因为我在带辅导的这个学校，它其实是以原住民为主体的一个学校。那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没有像这样子舞狮或打鼓，所以当打鼓这件事情进入到他们的部落里面，进入到他们学校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新奇，争先恐后的都要来去打鼓。那当然，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像蹲马步啊、跑步啊、做体能训练，他们都会觉得很枯燥，因为他们体力真的是非常的无穷啊。对，所以在做这些体能的时候，他们觉得真的是小菜一碟。可是回到鼓上的时候，我们就要让他去训练这样的一个专注度，跟他们的一个集中力。那在团体里面，在我们这个团体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求他专注，不要分心。那他们虽然会觉得很辛苦，可是他们还是会集中注意力在打鼓的鼓棒啊、你的鼓面上面。甚至打错的时候，他们还去纠正别人说：“你打错了。”或者说：“不好意思，我打错了。”这样子，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个互相竞争，然后但是也会有一个希望让这个团体更好的一个想法，这样。可是变成讲，伊声音的学打鼓的，唔单止表演的有事情做，表演的经历可以有一啲运通的地方。最主要的其实对人来讲，伊嘛学习人用的去专注，学习人用的去团拼人做强下，唔係講挨路一定要做好就好，因為係一個團隊，他講伊係愛打為爭，也要團隊打出來鼓能好聽。嗰時變成講，也要運動唔單止係一種體力的消耗，其實對一個生意人來講，伊嘛係學習一個團隊精神最好的地方。是因為我們在打這樣的一個戰鼓，其實通常不是只有一個，通常就有5個、6個、7個。那這個節奏其實是大家共同去擊出的這樣一個聲音。那如果大家都能夠集中在同一個點去發出這個聲音，那這個聲音就會非常的好聽。那如果說是凌亂的話，那這個聲音就是各走各的。那其實我們就會讓孩子們不斷去嘗試，就是說，好，你們來聽聽看，你們是各打各的好聽，還是說我們大家集中在同一個點上發出聲音是好的？那其實他們經過不同的比較之後，發現，老師，我覺得我們團隊一起打出來比較好聽。從這個過程當中去訓練他們的團隊合作，那就會看到他們從原本會互相推擠啊、互相打鬧啊，甚至爭先恐後要去做一個領導的位置。那甚至在經過這樣的一個訓練之後，他們會發現個人不是最重要，團隊的表現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這才是我們這個團體輔導的一個重要的目的。也都真正係另外一種輔導嘅方法啦，哈。其實練打鼓嘅，無論練龍石頭，只是最重要嘅，唔單止係練嘢技術，最重要係練嘢嘅團隊嘅精神。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咪講到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來自花蓮的朋友周飛，伊同我講，一樣去訓練聲音呢，
龙狮头还有大鼓诶。我想要请问一下吼，中央的武士嘛，讲的战鼓嘛吼，伊除了迄个表演仪式以外，很多嘛讲伊已经有证照嘛吼，教练员的从裁判员的证照，跟伊安尼算的一般国内运动的一种运动项目哈。对，它其实龙狮运动它就是一个专业的运动项目。可是伊要听一般的，譬如讲运动会里边出现的比赛项目吗？其实，在台湾，在各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一个舞狮或者战鼓的一个比赛。那其实，在台湾层级最高的就是我们的全民运动会，里面就有一个龙狮运动的项目。提供经验各种我们讲全民运动会各种的法练系咪？你要同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乜嘢全民运动会啊？全民运动会它每2年举办一次，那它有分2类的一个运动项目。第一个运动项目是以世界运动会曾经办过或是即将要举办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譬如说拔河啊、水上救生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项目，这是第一类。那第2类其实就会比较偏向一种观赏性的一个艺术，观赏性的一个比赛，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舞龙舞狮啊，或者说一些创意球类啊等等的这个项目。可是从咱来讲法，等于讲，跟你经验多在法联办全民运动会嘛，吼，你这个本身就在法联的结啊，你得会参加今年的全民运动会吗？今年的全民运动会，我们是很想参加，不过因为我们自己的团员大部分都是需要上场去担任裁判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自己的团就比较没有机会能够参加全民运动会。变成人都去做裁判的啦，哈。但是我想讲，其实一般观众朋友，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譬如话人都看龙狮头啦，看你打鼓啦。想问一下，要按样的衣服，能用的裁判的颜值是乜嘅呀？裁判的方式是乜咯？裁判的方式其实就看他的神态，然后再看他的形态有没有像一只活灵活现的狮子一样。那会有场中的一个评分裁判，那我们通常都会有7到9位的评分裁判，从各个角度来去看这只狮子，然后还有去听这个鼓乐跟狮子的动作有没有办法搭配起来。那能够搭配，那当然是最好的一个表现。那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去看他有没有失误，比如当在做难度动作的时候啊，他站上来狮尾的腿的时候有没有跌倒，有没有滑下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注意有没有扣分，或者说他有没有出现一些不合理的动作，这都是我们去评分的一个项目。那裁判员有很多种，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有7到9位的评分裁判，那我们也会有计时的裁判、计分的裁判，那还有裁判长，他会做最后的一个成绩的宣布，甚至说做一个总分的扣分等等的。咁有按多裁判的话，以最慢的分数，係咪全部加上來平均啊？对，我们比如说我们有9位裁判的这个分数的话，我们会把前面2位跟后面2位的分数去掉，取中间5位的平均值。咁種人嘅平時嘅時間要講，譬如講某個通作做嘅，吼，你一天有分數冇你講，某個通作一天要求做到多安尼評分的標準。是因為我們龍獅運動比賽的項目很多，那我就舉例在南獅，就是我們這個廣東獅的一個跳樁，在自選套路的分數裡面，難度動作佔了2分，10分當中裡面佔了2分，那你最起碼要做5個動作才會有1.5分，那之後每做2個動作之後才會加分，或者每做一個動作再加幾分，滿分加到2分這樣子。嗰時變成講，而這個其實每一個通俗地方解到分，呢啲東西都已經規定好嘅。好，嗰見家人哋，譬如講人哋一般來講，見家比賽項目地方話，好有男士，有北士，有，然後有廣東士。就是南獅就是算廣東獅就算南獅的一種，那還有北獅。所以北獅啊，喏，乜喏，係三個也用嘅嚇。北獅的它的樣子跟南獅就差得蠻多的，它其實比較像北京狗，它身上就是很多很多的毛，那它的獅頭也稍微重了一些。嗰時有2種獅頭嘅弄方來的方式冇同樣，都不一樣。嗰時一定係比賽時可以向下比，還是分開比？我們會分開來去做比賽的這個。就是我們不同的獅子會做不同的比賽項目，因為如果拿南獅跟北獅一起混在一起來比的話，那就會不公平，因為動作不一樣，要求不同。就比如講，用南獅來講，有廣東獅來講，而這個有分人哋的級數冇得分，而這個分級很有分啊。以全民運動會來說是沒有分級的。那全民運動會它沒有做年齡的分級，那中華杯有。
就是我们舞龙舞狮总会每年会办的这个比赛，就会分国小、国中、高中、社会组。以一般来讲，咱金刚咱台湾吼，以这个头头已经讲的嘛，全民运动会有安尼比赛也有咱的舞龙舞狮。天一咧讲在总把比，好，第三个头头咱讲啊拍得撞的讲古王的争霸赛。一般来讲，咱今台湾有比赛的叫做赛事，它有哪一条啊？台湾的这种舞龙舞狮的比赛项目其实不少，像高雄也很出名的这样的一个戏狮甲，泰山也有泰山的狮王文化节。那以打鼓来说，在高雄也有一个青云宫大社杯的一个打鼓的比赛。花莲我们在地非常有特色的，也是八仔庄的鼓王争霸战，也是我们客庄12大节庆里面的一个项目。我就等于讲，其实各种的生意的海摆，唔是讲伊特殊啦，特殊係另外一件事情，伊特殊以外创用的。万有按的改好我哋呢打鼓的啦，毛龙石头做一个新奇的话，其实以海摆可以去参加比赛嘛，几多呢吼？对，其实慢慢的这个龙狮运动或是击鼓的艺术，慢慢的在台湾形成一个风气。那所以有些孩子他们可能真的比较好动，或者对这个艺术真的很有兴趣，他们也可以一边读书一边训练。那甚至到了大学也有专门的一个校队来去做这个竞技，然后去培育他们成为未来的教练或是老师。你这个从头到尾讲，你这个有教很多生意的啦。生意在搞时间，你这个影响会最怎么讲？生意的你认为最困难的是哪个东西啊？我觉得他们最难上手的部分就是要忍受，就是训练的那种很枯燥乏味的过程。那还有就是我们在拿鼓棒的时候，常常这是一定会磨到手破皮。那破皮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小手拿给我，老师我破皮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孩子他们就是会告诉你说我受伤了，希望你来照顾我一下。可是我们必须要告诉他，这是我们练习要练得好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这个也是成为你未来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印记之一。其实我想讲，也唔单止在讨拍啦，其实以矛盾讲，你看真是有练的过努力的哦，也是一种炫耀啦。你看老师，我们有过努力在做一件事情。是。可是对生意来讲的话，其实伊要过专心、过有心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会把这个事打为冲流。像咱你看到的生意来讲，你这个凡事都练到台，你今看到有谁做一件事情的，你有乜想法吗？其实看他们这样子很辛苦的练习，然后从什么都不会到慢慢的有一些成就，到甚至他们可以形成一个团队互相的去协助，那其实心中是很感动的，会觉得说啊还好我有来去做这件事情，能够带着他们一起去完成一个目标，让他们的生活不再只是打打闹闹，或是说觉得读书不好玩、没有目标、找不到方向等等。还好我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陪着他们一起去设立这个目标，去学习一技之长。当然我不敢保证说他能够未来是靠着这个去生活，但是至少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训练对一件事情的专注，跟对一件事情的一个持续力，跟设立目标的重要性。其实讲到健康的来讲，因为这个分代嘛喺学人嘛吼，这个喺地方嘛客家做，这个做要做按吼。按有相当共同的客家时做结合吗？其实自己是客家人，但是可以从刚刚访问当中，就是我都没有讲到客家话，这是我蛮失落的一块，就是在小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讲客家话的环境。那到近几年来，慢慢的去追寻自己的根的时候，会想说，我除了讲客家话之外，那舞狮里面好像也有一支叫做客家狮，客家大狮。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我要去做传承的吧，要不然大家都在舞广东狮、舞南狮的时候，那其实慢慢的会有台湾狮啊、广东客家狮，慢慢的就没落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惜，所以我就是打听了之下，就是在花莲的玉里有一位叶火旺老师傅，他今年91岁，他也学了3代，他一直很期待能够有人去向他学习这样的一个客家狮的诗意，一直等不到人，直到有一天我去敲门，他说：“哎呀，我等的人终于来了。”我觉得这其实很感动，看着一个老师傅，他也是坚持着要传承这件事情，他不做盈利，不做任何收费的一个行为，他就是想要把做狮头、舞狮这样的一个故事
来把它传承下去。然后我觉得我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们家的祖先，他说我们家的祖先啊，神明啊，让我活了这么久，91岁，应该是还有事情没有完成吧，所以才让我活到这么久。”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他为了坚持，居然可以用他全生命去做这一件事情，让我相当的感动，也是我未来要去学习的一个对象。可是嘛，等于讲，有安尼的经验，拄到伊的规划身上，然后把迄客家事业的部分，摕发展可以慢慢的可以传承下去。其实我最马想我讲的，如讲，像对来跟客家事业给传承的话，其实如果这段这个以前摕做啊等共同是一种推广的方法去推广下去嘛。我们接下来会希望能够跟学校合作。那其实这次很高兴是我们能够跟花莲当地的一位客语新传师尤淑美老师能够合作，然后到我们县内的吉安国中去洽谈，接下来我们要来去做学习客家诗的这个计划。可是我都希望讲，其实要客家诗要麻烦好好一直传下去，比我的师傅已经安乐诶。是。其实，我哋头头我讲，做费好彩有一人人，比如我哋呢，唔管喺我哋龙石头，无论我哋客家诗，慢慢的有一个新的传言，伊比万岁过好，可是伊去发现做一件事情，更加要教我哋生意呢，可以继续传下去。其实我哋我感觉讲，好彩有做费，也要生意呢。今日我感谢做费了，都来现场同人讲按到龙石头同大战鼓的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听下咱欣赏来源通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我是永勋，今日欣赏要教大家的弹力带健康操。我想准备一个弹力带哦。好，安尼弹力带呢有分哦，有分抱肌、臀、甲盆呢。抱肌较过强，好，像老人家还是开始练呢，刚开始练呢，安尼用抱肌啊。骨盆呢都较过重，吼，阻力较过大，所以你自家可以去选择性。你感觉讲你的身体肌肉还不错的，你就可以去选择比较厚的，好较盆呢。准备好的哈，来暖身，来脚天空来交换脚天。来训练你的脚带哦。好，加上你的弹力带，去卷起来哦。手，慢慢的走。一个扭转的动作，手要打侧咯。好，慢慢的坐下来，准备咧等呢，好坐喺碰凳方，两只脚软好，注意你嘅手哦，一定要踏好来哦。行下腳要打開，打開再合空來，左邊做20下，2、3、4、5、6、7，加油哦！
8、9、10，再试下1、2、3、4、5、6、7、8、9、10，左边做下，按下来往右脚，停顿欣赏，慢慢的做哦。好，先扔下来，扔下来哦，数检查一下，莫变下嘢哦。1、最面下4、3、2、1，好，过来，我刚刚讲的数，好，个软，含个大腿肌肉，嘛会训练到，好，点讲，右脚扔好，好来拔萝卜。3，然后动作很多拔萝卜。可以训练你的手的肌耐力咯。好，做下左边来往右边。好，记得你的手拿好来哦。好，更加同的两只手，慢慢的卷一卷，往上去做一个唇绳，侧身，侧弯腰，手要打侧咯。再摆，放来，中条再摆哦，打开来，合放来。也通中咯，好，也弹力带好处路係，你坐凳就可以训练自家，就可以运动诶。睇年轻人就是可以做嘅运动哦。
弯片。好，一只脚，然后拔萝卜。那看这家能力哈，如果唔可以唔放喺地下，都是也偏好诶。可以放低手面绑，可以训练嘅股二头肌，还有嘅肌耐力咯。做片做下来做右脚，我感觉讲。用咧树叶片不够软，来做一个伸展的动作。好，树把重滴下面，好压一压，让它缓和一下。腿也给用呢，也肌肉在做延长。再换一个动作，来树臂做一个延展。做树做下来弯右树，我来弯一个动作，从个树臂来帮助，慢慢的放下来，来加松下来呢弹力带，往上延展。继续的吐气、吸气，侧弯腰，弯片。往上延展，再抖一些。今日動作記得了冇？我明日團嚟同下做運動哦，好好運動，俺能下次能來了。